男人嘅命全部藏喺脾氣裏面。請而家摸下自己嘅眉頭，係咪有一度點又都游唔開嘅穿刺紋？凌晨3點驚醒，滿口苦澀，手心出虛汗，以為係工作太攰。嗰啲係捱唔住嘅乾貨。臨終消耗緊陽壽，聽得明接下來嘅說話，可以保證下半生行少10年冤枉路。好多男人活到中年，就好似一條喺寒風中繃到極限嘅劣質工兒。靜下心嚟諗下，有幾耐未試過毫無負擔咁瞓一個安穩過？日頭喺出面為咗少少錢奔波，面對客嘅挑剔只可以陪笑臉，面對上司嘅打壓，唯有咬碎牙和血吞，滿肚委屈、焦慮同埋憋屈，化成一條條毒刺，扎喺經絡入面。但係當拖住好似灌咗鉛嘅雙腿推開家門，見到梳化上亂丟嘅雜物，見到老婆嗰張好似永遠寫滿不滿嘅面，見到書台前敷衍了事嘅細路，心入面那啲將整日嘅活火山瞬間就爆發，嗰股無名火直衝頭頂，根本控制唔到自己，大聲責罵、拍台大鬧，屋企嘅空氣瞬間凝固變得死者。鬧完之後贏咗咩？冇隨之而來嘅係長久嘅空虛、懊悔同埋深不見底嘅疲憊。到咗夜晚凌晨1點、2點、3點，3個城市都喺度沉睡，卻猛然擘大雙眼，心臟好似被一支冰冷嘅大手死死捏住，乒乒狂跳，仿佛要撞破胸膛，個口又乾又苦，好似咗黃連背脊出一層黐嘅冷汗。行到鏡前面睇住自己眉頭嗰度點都游唔開嘅川字紋，睇住兩邊那個好似雜草咁豐長，抿都抿唔完嘅白頭髮，雙手緊緊握住晒手盤邊緣，明明全身虛弱到冇一絲力氣，心入面卻焦躁到想將眼前塊鏡打破，以為呢啲只係生活私家嘅正常壓力，以為呢啲係所有想賺錢養家嘅男人都必須冷乾嘅腐爛。我得黐譜，喺呢個天地大道嘅因果殺局入面，根本唔係講緊事，而係攞自己嘅命去填補嗰個叫做怨氣嘅無底黑洞，以為喺屋企發脾氣對親人怒敲係男人有脾氣有威嚴嘅象徵。喺老天爺嗰本清清楚楚嘅賬簿度，每一次暴露，每一次面紅耳赤，都喺度狠狠地毫不留情咁扣除緊陽壽額度。總覺得自己喺呢個世上食盡虧，覺得自己一個人咬實牙關扛起成個家嘅重擔，受苦受累卻揾唔到一句體諒。但有冇揾個角度諗過，身體而家承受嘅呢啲煎熬，嗰啲心悸，嗰啲虛寒，嗰啲連綿不絕嘅失眠，其實係老天爺慈悲咁敲響最後嘅警鐘。呢個係天道用軀體嘅痛楚，幫手強行結算嗰啲本該承受，卻因為暴累而即將引爆嘅滔天業力，以為係衰老同疲態，老天爺其實係強行下暫停鍵。如果感覺唔到痛，就會一直好似無頭，差型更狂奔，直到將全家人積累嘅福報全部衝撞消散。而家受嘅呢啲軀體折磨，實際上係老天爺用小災擋大劫，自己保住條命，偏偏執迷不悟，仲喺度怨天尤人。剖析一個帶血嘅歷史真事，睇下發生喺上世紀老舊工業區嘅案件，由一位極之能幹嘅工焊焊場，呢間機械型嘅大焊，由原材料入庫到成品出貨，方方面面都要死死揸喺自己手，能力極強。但有一個致命死穴，氣氣好似澆咗油嘅烈火，喺車間入面，只要工人手腳稍微慢1秒，或者一道工序出咗芝麻咁細嘅差錯，就可以當住所有人面前指住對方個鼻泡好大嗎？口水花噴到人哋一面，都係鬧到對方抬唔起頭。但到屋企更加變本加厲，老婆哪怕只係將晚飯啲湯煲行咗半分，都可以將副碗直接掟落地下，嚇到年幼嘅細路匿喺門後面瑟瑟發抖。連大氣都唔敢喘，總覺得自己奸悍嘅救世主係呢個家嘅絕對主宰，固執咁認為，只要自己唔日日好似肺邊咁盯着鬧鐘，個天就會立刻塌落嚟。長期處於暴露同極度緊繃嘅狀態，佢那常年徘徊喺隨時爆表嘅危險邊緣。醫生多次嚴肅警告，必須放低工作，靜養心神，控制情緒。佢冷笑住拍台：我停落嚟，幾百人跟住我食谷蟲，我命硬。頂得住，結果點？天道幾時饒過人？就喺50出頭嗰年，僅僅因為一批即將發往外地嘅貨物，包裝紙盒上面印錯咗一個極微細嘅代碼，喺悶熱嘅車間入面，對住部門主管大發雷霆，鬧得正起勁。
怒火攻心嘅時候，周圍人見到塊面用眼可見咁脹成紫紅色，條頸啲青更好似粗壯嘅幽人，咁一條條爆出嚟，突然大叫一聲，雙手痛苦咁抱住個頭，直挺挺向後跌低，重重咁砸喺水泥地上。救護車呼嘯而至，條命算係勉強喺鬼門關搶得返，但代價半邊身徹底永救他們。曾經嗰個不可一世、行路有風、頤指氣使嘅強悍男人，最後只可以好似個爛布公仔咁瞓喺病床，歪住把口，連吞一啖溫水都會捉到劇烈咳嗽，大小便更加完全失去知覺，全靠曾經非打即賣嘅老婆端屎端尿咁服侍。又過咗2年喺無盡嘅屈辱、表屈同背部、潰爛肉瘡嘅折磨中，睜住滿是不甘嘅雙眼，撒手人寰。幾細諗下，呢個係單純嘅病，呢個係命，呢個係因果，係自恃有幾分本事，一啖氣一啖氣咁將天地賜予嘅福報生生吹散，將自己嘅命火徹底淋熄。老祖宗喺幾千年前就用極其精準嘅智慧，將呢個必殺之局睇得通透。綜藝盛典皇帝《外經》裏面講得明明白白，干主路路相干呢7個字唔係輕飄飄嘅意足，而係生死判詞。咩意思？人喺暴露嗰一瞬間睇落氣血逆流，就好似決堤嘅洪水咁，直接向頭頂狂衝。肝臟係5張6腑入面本來係運籌帷幄、藏血解毒嘅大將軍，結果日日發火，日日暴躁，就好似日日向將軍嘅形象掟燃燒嘅火把。將軍日夜救火，最終精疲力竭，至死沙盡。肝臟一壞，身體整條防線就會全面崩潰。呢啲就叫氣血逆亂、陰陽失守。我哋再向更高維嘅天道借智慧，睇下易經入面有一個極之核心，專門用嚟破局嘅卦，叫損卦。損字面意思係減損捨棄，好多現代人一聽到損字，立刻擰頭，覺得呢個係蝕底係退讓，而不可及。喺天道嘅運轉規律入面嘅，水永遠向低處流，大樹老咗必然根部先枯萎，想樹冠枝葉繁茂，就必須狠下心，剪走嗰啲白白消耗養分嘅枯枝爛葉。人生在世，必須要識得選掉咩？要選掉嗰啲唔切實際、虛妄嘅控制欲，要選掉嗰股以為地球冇咗自己就唔轉嘅傲慢。最關鍵嘅，必須刮骨療毒咁選掉嗰股傷人傷己嘅戾氣同惡氣。天道係極之公平嘅能量守恆，唔捨得吞落呢啖氣，老天爺就會冷酷咁剝奪健康，放唔低嗰個可笑嘅傲慢身段，老天爺就會毫不猶豫咁收走陽壽，將每日最寶貴嘅生命能量全部揮發喺發脾氣、三門氣上面，留俾5臟6腑用嚟保命續命嘅能量。有一滴都冇剩，唔早走邊個早走？咁身陷呢個死局嘅男人，到底應該點樣破？難道就任由肝火將生命燒乾？老祖宗留低咗一個低門檻的救命錦囊。我如來方，拖係作為男人立世嘅底線，原係化解世間惡念嘅情緒太極，針對無法自控嘅肝火。今日教一個絕對唔使使1分錢，只需要短短3分鐘就可以保命嘅微小實操習慣，請將佢刻喺骨子裏面。當遇到衰人衰事，當覺得嗰股無名火又要由胸腹之間向上竄，覺得馬上就要控制唔住破口大罵嗰一瞬間，請死死咬實牙關，記住3個字：枝子唔好出聲，立刻轉身，切開令你生氣嘅現場。喂，洗手間或者行去露台，閉上眼睛將雙手用力搓熱，緊緊捂住自己嘅後腰，亦即係腎俞穴嘅位置，深深吸氣，想象將呢一啖冷氣一直吸到肚臍眼下方，喺心入面1字1頓咁默念3次。氣大傷身，命係我自己嘅，唔好少睇呢停頓嘅3分鐘，就係呢短短嘅3分鐘，就可以將體內流狂飆嘅氣血強行壓迫落嚟，就可以擋住一次原本足以令腦血管爆裂嘅致命衝擊。呢個係向天借手，停過嚟諗一諗，停咗半條命，為咗嗰啲生不帶來死不帶走嘅鈔票，為咗嗰啲喺病床前毫無意義嘅對錯輸贏，將最珍貴嘅命搭入去，令老婆守寡，令細路冇咗老豆，真係值得咩？呢個先係老祖宗留俾我哋，係關鍵時刻可以起死回生嘅救命錦囊。如果此刻都經歷緊呢種凌晨驚醒、肝火撐、心神不處嘅煎熬，請而家就喺評論區鄭重咁打出4個字：選氣保命，俾老天爺睇到破局嘅覺醒，將呢股糾纏嘅邪火
徹底由生命中請出去。我哋繼續睇落去，請耷低做睇下自己每日梳頭時甩嘅頭髮，再睇下鏡入面，自己兩邊額角點都遮唔住嘅斑白。呢第二從容易早走嘅男人，往往係世俗眼中嘅成功人士，或者係極之拼命嘅老黃牛。夜晚11點半，室棟寫字樓都黑晒，只有你間辦公室仲着住燈，辦公台上面放住一杯已經泡到發黑嘅濃茶，煙灰缸入面塞滿扭曲嘅煙頭。望住電腦熒幕，突然感覺到一陣心悸，心臟突突突咁猛跳咗幾下，就好似要由喉嚨頂跳出嚟。深吸咗一啖氣，覺得胸腔入面總有一股氣唔夠用，悶到發慌，由嘴又酸痛嘅後腰話俾自己聽，捱多陣。呢個項目做完，將呢單生意落下，屋企下半年嘅樓按就有着落啦。覺得自己係個頂天立地嘅真漢子，食少少苦算得咩？捱少少夜算得咩？只要賺到錢，只要令老婆仔女過上好日子，條命都可以豁出去。愚痴，呢個直情係天大嘅愚痴，以為喺度自強不息，以為喺度奮鬥。喺天道嘅法則入面，呢個係進行緊一場極之慘烈嘅剝削，瘋狂剝削緊老天爺賜予嘅先天元氣。好多人覺得嗱，以連續轉只不過係第二日有啲眼瞓，補個覺就得。呢個大錯特錯，喺陰陽因果嘅結算系統入面，根本唔係用時間玩錢，而係用陽壽去墊付嗰啲數字，以為賺到啦，其實係將屋企人原本可以依靠嘅大樹提前連根拔起。總覺得攰，覺得身體好似被掏空咁。老天爺點解令你有呢種枯竭感？係因為電力已經見底，老天爺瘋狂咁發出紅色警報，試圖將你由連續轉嘅死亡履帶拉落嚟。嗰啲甩頭髮，嗰啲氣喘，嗰啲點瞓都瞓唔夠嘅疲倦，都係天道喺身上掛下嘅福壽透支印象。每當挨一個通宵，就等於係生死補償，親手挖咗自己一年嘅壽命。呢啲邊度係為咗屋企？直情係將手個家推向懸崖邊緣。睇一個真實嘅血淚教訓。有位曾經喺商界叱咤風雲嘅人物，姑且叫佢南方嘅鐵腕商人。呢個人心氣極高，白手興啦，硬係靠住一股拼命三郎嘅狠勁，將公司做到行業龍頭。佢嘅名言係咩？生前何必久睡，死後自會長眠呢句話。害死咗幾多人？一年365日，有300日喺度連續轉，日頭開會視察殿下，夜晚就係無休止嘅應酬落酒局，往往已經係凌晨1、2點。以為佢會去瞓，唔會，返到酒店用冷水洗塊面，點起支煙，繼續睇報表批文件，直到窗外天色泛白。朝早7點，由西裝筆挺咁出現喺公司，就好似一部永遠唔識過嘅永動機。不過肉體凡胎，點可能對抗天地運轉嘅齒輪？到咗45歲嗰年，身體開始瘋狂報警。首先係耳鳴耳仔入面，好似有千萬次資料喺度叫，嘈到成晚瞓唔着，跟住係腰酸嗰種酸痛，好似骨髓入面有蟲咬。呢個係中醫裏面最典型嘅腎精虧虛、命門火衰嘅絕境之象。醫生攞住體檢報告，面色鐵青咁警告身體嘅底子已經被徹底掏空，血管逼脆到好似玻璃心臟，處於極度超負荷狀態，必須立刻放低一切，閉門靜養。聽咗未？冇慢咁擺手。我手下幾千人等開飯，10幾個大項目推進緊。我停落嚟呢盤棋就散我頂得住。結果點？就喺過完46歲生日嘅第3日，一個普通嘅深夜凌晨2點，坐喺書房嘅真皮老闆椅上，等閱緊一份極之重要嘅併購合同。老婆喺睡房入面，突然聽到書房傳來一聲極之沉悶嘅撲通聲，推開門一睇，嗰個不可一世嘅商界強人已經連人帶衣翻轉跌落地下。雙眼無突，雙手死死扣住胸口嘅恤衫，面上嘅肌肉因為極度嘅痛苦而劇烈扭曲。救護車未到，人就已經冇咗，急性心肌梗塞。人走咗，留低一個龐大嘅商業帝國，留低幾輩子都使唔完嘅錢。但係咁又點？老婆唔夠50歲就做咗寡婦，細路喺最需要老豆指路嘅時候，只可以對住一張冰冷嘅黑白雙叩頭。嗰份挨斷命先簽完嘅合同，喺合埋眼個瞬間，就變成一堆毫無意義嘅廢紙。呢個就係人定生天嘅下場。呢個就係逆天而行嘅慘烈代價。睇下老祖宗
係點樣拆解呢個局，已經裡面有一個極之高級嘅智慧，叫做時鐘。叫時鐘，就係喺適當嘅時機做符合天地運行規律嘅事，差一分、差一秒都唔得。中魏聖典《黃帝內經》將呢個規律翻譯成大白話，叫做子午流轉。身體就係一個小宇宙，必須跟住外面嘅大宇宙一齊轉。夜晚11點到凌晨1點，佢指示係咩？係天地之間陰氣最極、一陽初生嘅關鍵時刻。用大白話講，呢個係一粒生命嘅種子，啱啱喺冰冷嘅泥土裏面發出一少少嫩芽嘅時刻。呢個時候當經當令，身體所有嘅氣血都要全部收斂翻五臟六腑，去呵護嗰一丁點啱啱萌發嘅生機。冬3月，此為閉藏。黑夜就係身體嘅冬天，係自時仲瞓覺，仲亢奮，仲做嘢，仲飲酒，就等於喺隆冬6月嘅大雪天，像嗰粒啱啱發芽嘅蟲子，硬生生由泥土入面掹出嚟，掟喺冰天雪地凍死。以為掹出嚟嘅係咩？嗰啲係聽日嘅精力，係下半生嘅壽命。蟲子都被糟蹋死，身體點可能枯竭？頭髮點可能白？就算食再貴嘅人參，冬蟲夏草都填唔滿呢個親手挖出嚟嘅生死大坑。氹身行呢種枯竭死局嘅男人，到底應該點樣自救？難道非要等到瞓？係需要先流住眼淚去懺悔？今日交俾大家一個老祖宗傳落嚟，極之簡單、極之貼地，完全唔使使錢嘅續命心法，專門治連續轉同唔捨得瞓。請將佢變成下半生來打不動嘅鐵律，只是斷電。引火歸元，無論手頭有天大嘅事，哪怕係玉皇大帝嘅聖旨，到咗夜晚10點半，挺強行之子，閂咗部電腦，放低手機，去打一盆未燙嘅熱水，坐喺呢盆水前面，將雙腳浸入去，閉上眼睛，咩都唔好諗，將所有注意力全部集中喺腳板底，亦即係中藝叫沖泉穴嘅地方，感受嗰股熱力由腳底慢慢向上升騰，同時喺心入面默默話俾自己聽：天黑啦，應該藏啦，外面嘅世界再喧囂都同我無關。針灸15分鐘，當微微感覺到背脊有一絲發熱嘅時候，立刻抹乾腳，上床合埋眼，呢個叫咩？呢個就叫引火歸元，將一日浮躁喺頭頂嘅虛火、肝火、焦慮之火，全部透過沖泉穴向下引翻丹田，變成保命嘅真氣。呢個就係向老天爺復願，呢個就係順應天時。停落嚟諗一諗，唔好再攞條命去填嗰個填唔滿嘅慾望之坑。賺再多嘅錢，如果冇命去使，嗰個就係幫人打一世死工。呢個先係老祖宗留俾我哋喺物慾橫流嘅社會裏面強行續命嘅錦囊。如果都係嗰個經常捱夜、經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嘅疲憊靈魂，請而家立刻喺評論區狠狠打出4個字：順應天時，俾老天爺睇到敬畏之心。由今晚開始，將條命趁手奪翻嚟，我哋再嚟揭開人性最暗嘅一面，睇下呢第3層英國死局。請而家用力握緊雙拳，死死站住，然後再猛然重開，仔細體會一下手心係咪有一股僵硬甚至抽搐嘅酸楚。再閉上眼睛，感受下自己嘅胸口正中心，係咪經常覺得嗰度好似壓住一塊看不見嘅千斤巨石？有一股渾濁嘅悶氣死定喺嗰度，令到點喘息都喘唔順，甚至稍微嘆一啖氣，心口都會隱隱作痛。好多男人喺社會嘅大染缸裏面摸爬滾打，為咗少少錢，佢嚇低聲下氣對領導點頭哈腰，受盡世間所有委屈同窩囊氣。但係當多住疲憊嘅身體推開自家防盜門嘅瞬間，仿佛立刻卸下所有偽裝，搖身一變成為呢個家高高在上嘅帝王。睇老婆邊度都唔順眼，端上嚟嘅湯勺微啖一啖，眉頭一皺，直接將筷子掟落台。關心咁多，問兩句生意上嘅事，滿臉鄙夷咁怒敲一聲，俾個婦道人家識咩？唔好煩我。將嗰個為你生人育女嘅女人當成傾瀉所有社會負面情緒嘅垃圾桶，當成理所當然服侍你嘅免費保姆。心入面有一本極度自私嘅賬，覺得層樓係自己賺錢買嘅，啲飯餸係攞命揾嚟嘅錢買嘅，係屋企嘅頂梁柱而佢不過係一個依附嘅寄生蟲，日日滿腹牢騷，覺得全世界都憎你嘅，
特別係嗰個眼角生滿皺紋、身材走樣嘅糟糠之妻，根本配唔上而家成功嘅你。呢種無休止嘅怨氣同輕視，長年累月禁語積喺胸腔裏面，令呼吸越來越短促，令全身氣血好似死水發臭一樣徹底停滯。以為喺屋企發威係男人嘅尊嚴，以為將老婆踩喺腳底就可以彰顯本事，大錯特錯，係老天爺嗰般極其嚴苛嘅因果補償。呢個係親手掄起大鐵錘，瘋狂砸爛自己人生嘅承重牆。真係以為喺外面賺到錢，全憑一個人嘅聰明才智。發夢已經裏面將天道規律寫得清清楚楚，孤陽不生，獨陰不長。之所以可以喺外面安穩咁施實，賺錢係因為大後方有一個女人喺度默默承受住生活嘅一地雞毛，幫手擋住衝向呢個家嘅無數冧戰屠殺氣。老婆喺三個家庭嘅能量磁場裏面，代表住坤卦，亦即係大地。大地係咩？係孕育萬物、承載所有福報嘅絕對基石。刻薄老婆嫌棄糟糠，就等於喺度瘋狂挖自己屋企嘅風水祖墳。老天爺令你空口發文，氣血瘀滯，根本唔係咩普通嘅過度勞累，嗰個係家族福報被快速抽乾。天道下帝最後痛跌嘅物理反應，以為嘅威嚴，其實係極其愚蠢嘅傲慢戾氣，一刀切斷老天爺賜俾呢個家嘅福氣源頭。唔善待老婆，個心就係一塊又冷又猛嘅石頭，生命能主導全身微脈嘅心血管就會立刻出大問題，絕命嘅災禍馬上就會揾上門。講一個無比慘痛、血淋淋嘅現世報大案，呢個係早年親歷嘅一件事，至今諗起都覺得背脊發涼。有一位白手興家嘅老闆，出身嘅接貧漢，當年連一件似樣嘅過冬棉胎都買唔起。20出頭嘅時候，娶咗一個格之村極其厚道、食得苦嘅女仔，兩個人為咗翻身，推住一架資助響嘅爛三輪車，喺深夜嘅火車站廣場買飯盒。大冬天，西北風好似都咁刮，老婆雙手生滿凍瘡，裂開一道道血痕，鮮血直流。佢唔捨得食一啖熱飯，將最好嘅全部慳落嚟塞入佢口。後來呢個男人頭腦靈活，睇中時代嘅風口。生意好似雪球咁越做越大，由爛三輪換成幾百萬嘅棒子，身價幾千萬。呢個時候，呢個男人個心徹底黑晒，開始有心底嚟嫌棄老婆冇文化，太老土，帶出去丟大老闆嘅。喺外面揮金如土，就好似玉林結交各路相交搞落嘅狐朋狗友，甚至喺外面堂而皇之咁樣都唔知一個年輕靚女，返到屋企對老婆冷嘲熱諷，動輒掟盤砸碗。將當年陪住喺冰天雪地捱苦嘅救命之恩，踩喺昂貴嘅皮鞋底下來回摩擦。老婆為咗保住呢個家，為咗年幼嘅細路，終日以淚洗面，百般隱忍，甚至曾經跪喺冰冷嘅地下求佢斷絕外面嘅業緣，早啲翻屋企點做？極其殘忍，咁一個將老婆踢開，指住老婆個鼻冷笑住講：老子而家大把錢。想買咩女人買唔到，你算咩嘢？都咁管老子嘅閒事。天道好輪迴，蒼天繞過晒，就係囂張到極點，已經揾好律師準備逼老婆淨身出戶嗰個月底。一日深夜同幾個酒肉朋友飲到酩酊大醉，借住酒勁死都要自己揸車。喺一段極之寬闊、視線極好、根本冇任何障礙物嘅高架橋上，嗰架豪車就好似中邪咁，毫無徵兆猛打軚盤。以160公里嘅恐怖時速，直挺挺撞上最艱難嘅水泥橋墩，車毀人亡。由於速度太快，人喺車廂入面被擠壓成肉泥，連一句遺言都冇機會留低。走過年啱啱48歲，留低嘅巨額財富，好快就被外面嘅女人巧立名目捲走大半。公司亦因為群龍無首，資金亦瞬間斷裂，宣告破產。咁講呢個係偶然嘅交通事故？絕對唔係。呢個係忘恩負義、盡承咗一生福報嘅坤卦生生雜碎。老天爺喺雲端睇住，一件連自己大本營都炸毀，自身德行已經完全承載唔住咁龐大嘅財富。正所謂厚德載物，唔單止冇得，仲做下無盡惡業。老天爺只可以用最慘烈、最唔留情面嘅方式，將俾你嘅所有嘢，連本帶利連埋條賤命，一齊強行收回。老祖，裝喺最高維度嘅天道原典易經裏面，將呢個宇宙鐵律講得通通透透。已經第二卦就係坤卦，坤卦卦辭點寫？8個大字：
地勢坤君子以後都再問呢個係咩意思？用大白話降為拆解，睇下自然界嘅大地何曾有過半句抱怨，將最污糟嘅糞便潑喺身上，默默忍受消化，最後長出香甜嘅五穀雜糧養育生命。用鋒利嘅鐵鏟去劃，去破背都從來唔反抗，依然穩穩承托住房屋，保護住妻人老婆喺呢個家扮演嘅就係呢片偉大嘅大地，包容嗰啲好似茅坑石頭咁又臭又硬嘅脾氣，一夜操勞照顧連埋公婆，吞下委屈拉扯有小細路，所有嘅隱忍同付出都係默默咁為你，為子孫後代積存深厚無比嘅陰德。一個家庭嘅福報池到底可以蓄幾多水？全體呢片大地有幾厚實，幾寬廣。不過太多糊塗男人蠢，就蠢係以為自己係乾卦，係天就可以肆無忌憚咁輕壓大地，大錯特錯。天上落咗多滂沱大雨，嗰啲叫財富。如果冇大地嘅深厚承載，財富瞬間就會變成毀滅一切嘅泥石流同洪災。仲係有一句至理名言：心主血脈，地主運化。老婆喺五行中屬土，對應人體脾胃。當對老婆充滿怨恨、充滿嫌棄，將屋企搞到烏煙瘴氣嘅時候，脾胃功能就徹底廢晒，食咩仙丹都吸收。都更可怕嘅係個心會變得極其堅硬，心一旦堅硬，氣血運行嘅通道就被徹底堵死。點解咁多忘恩負義、拋妻棄子嘅男人，最後都死於突發嘅心梗、腦梗、大血管破裂？因為血脈入面一早就冇咗溫潤嘅愛同感恩去，潤滑你面流淌嘅全部係冰冷、尖銳、傷人傷己嘅戾氣，氣就係血瘀，神仙難救。如果而家聽住呢番說話，覺得自己胸口一陣陣發緊，如果發現已經好耐未俾過喺廚房忙碌嘅老婆一個溫暖嘅笑容，千萬唔好任由自己喺死局裏面繼續沉淪，必須立刻馬上開始修補屋企千瘡百孔嘅風水。針對呢種怨氣死局，今日教俾大家一個老祖宗秘傳嘅中國式實操心法。呢個方法唔使寫一分錢，門檻極低，只需要喺每日日常裏面植入一個勁微細嘅習慣。由今日起，當放工行到家門口，將鎖匙插落鎖匙窿之前，請先停下腳步，閉上眼睛，深深吸三啖氣，將喺內面沾染嘅所有俗氣、怨氣、戾氣全部吐出去，然後，推開門，無論老婆此刻做緊咩，喺拖地定係輔導細路做功課，請徑直行到面前望住對眼，哪怕心入面覺得無比肉麻，極其唔適應，都要硬生生逼自己，真誠咁講一句：老婆，今日辛苦你啦。到咗夜晚瞓覺前，親自喺廚房斟一杯溫熱嘅白開水，默默放喺老婆床頭。唔好少睇呢一個斟水嘅動作，唔好少睇呢短啲嘅7個字，喺因果能量場裏面叫做法布施同無畏布施。呢個就係親自向生命中嗰片乾涸嘅大地重新澆灌生機。只要咬緊牙關堅持咗1個月，會神奇咁發現胸口嗰塊壓咗10幾年嘅石頭唔見咗，呼吸變得無比心暢順暢，甚至喺外面傾生意遇到死胡同嘅時候，都會莫名其妙出現貴人相助，變得無比順利。點解？因為屋企嗰片承載萬物嘅坤土被重新滋養活啦，福氣池被親手修補好啦。停落嚟諗一諗，人生苦短，唔好等到全身插滿喉管瞓喺需要嘅病床上，先徹底醒悟。嗰個被鬧咗一世、嫌棄咗一世、滿面皺紋嘅女人，先係生命中最大嘅活菩薩，係呢一世人最大嘅護身符。呢個先係老祖宗留低化解一切家庭災殃嘅無上救命錦囊。如果此刻已經認識到自己嘅偏頗，如果想徹底化解空中宇宙嘅怨氣，重新承接住老天爺賜予嘅福氣，請而家放低一切傲慢，喺評論區嘅奇正仲咁打出4個大字：何得再默，俾老天爺睇到覺醒，將屬於你同家族嘅嗰份深厚福澤，重新穩穩咁請翻入生命裏邊。我哋終於嚟到呢個因果長卷嘅最後，請而家回想下今日食晚飯時嘅場景，再耷低頭睇下脾氣高高隆起，點都揀唔走嘅大肚腩。中年以後，好多男人覺得自己終於捱出頭，手頭有少少存款，事業上運到一個唔上唔落嘅安穩位置，
但係身體同生活卻陷入一重極其可怕嘅死寂。每日到咗食飯時間，第一件事唔係攞筷子，而係熟麵撳打開嗰個印住星期一到星期日嘅分裝藥盒，紅色降壓藥、白色降糖藥、黃色降尿酸藥，皺住眉頭將一大把好似毒藥一樣嘅化學製品吞落肚，只為咗維持嗰副一早千瘡百孔嘅軀殼，拖住沉重嘅雙腿爬樓梯，啱啱行2層就喘到好似破風箱，膝頭哥骨縫發出酸澀嘅聲響。推開家門，大路好大，裝修得好豪華，但就凍到好似個冰窖野大嘅客廳裏面，安靜到只聽到牆上鐘錶滴答聲。老婆一早就喺客房瞓咗，或者坐喺梳化一角刷手機，連眼皮都懶得抬起睇一眼。已經好多年未試過喺同一張床瞓過一個安穩覺，咁我提心平氣和傾10分鐘結。細路喺內地，除咗要錢，我個月都唔會主動打一個電話。一個人攤咗喺昂貴嘅真皮梳化上，摸住冰涼嘅扶手，突然感覺到一陣極其刺骨嘅孤獨同虛無，覺得自己嘅生命好似一節快要燒完嘅炸竹，油盡燈枯，淒涼無比。以為呢個只係人老咗之後嘅必然歸宿，以為呢啲就係所謂嘅歲月不饒人。錯，大錯特錯。喺天道嘅算盤上，根本唔係咩自然衰老，而係老天爺進行緊一場極其冷酷、分毫不差嘅業力清算。總覺得年輕時挨咗咁多苦，而家享下清福，放縱下食欲，喺屋企做個甩手掌櫃，係理所應當，將放縱當成成功嘅獎賞。但係錯啦，塞入嘴嘅嗰啲大魚大肉肥甘口味，最後全部變成堵死血管嘅血栓。年輕時對老婆發過嘅每一次脾氣，施加嘅每一次冷暴力，而家全部化成呢棟屋裏面凍死人嘅寒氣。老天爺要食大把藥，要忍受病痛同孤獨，唔係為咗折磨，而係逼住用呢副殘破肉身去償還前半生勞晚揮霍掉嘅福報貸款。以為擁有咗好多，其實喺因果嘅賬本上已經係一個瀕臨破產嘅窮光蛋。所謂嘅晚年淒涼，全部係親手釀下嘅一杯苦酒。好多人窮盡一生都喺度追求所謂嘅好命，覺得銀行卡有8位數字存款就係好命，極其荒謬。老祖宗定義人生最高級別嘅福報，只有2個字：善終。咩善終？唔係活到幾多歲，而係走過一稀，身上冇插滿喉管，心入面冇無盡嘅悔恨，唔賺天地嘅債，唔增加人嘅成，係一個真正稱得上頂配人生嘅真實大案。喺台灣彰化一個小村莊裏面，有一對普普通通嘅老農夫妻。呢個丈夫一世未着過咩名牌西裝，手上嘅老繭黑到好似樹皮。屋企冇豪車，只有一頭老黃牛同幾畝薄田，但有一個極之了不起嘅特質，脾氣好似水咁溫和，對老婆有一份喺骨子裏面嘅敬重。遇到連城武裝嘅失收，其他男人喺屋企就走梟手，打鬧老婆出嚟。佢卻只係默默喺院子入面食完1袋旱煙，然後握住老婆之手講：今年老天爺唔想煩，我哋就食稀少少，去年仲會好起嚟嘅。每日清晨天啱啱光，只要先起身，必定會去灶房煲一壺熱水，攤到唔燙嘴嘅溫度，端到老婆床頭。老婆如果做咗粗茶淡飯，從來唔挑剔，總係食得乾乾淨淨，仲會笑住讚一句真香。2個人就咁平平淡淡，早已嚟食過咗一世，從來未紅過一次臉，未訂過一紙碗。估下點？嗰啲當年喺村裏面耀武揚威，賺少少錢就搵老婆食喝嫖賭嘅男人，大多係50、60歲嘅時候，唔係中風偏癱，就係生絕症，喺危院病床上慘叫受盡折磨而死。而呢位老農呢，一直健健康康活到85歲，冇任何基礎病，頭腦極其清醒。就嗰日中午坐喺院子搖椅上曬太陽，老婆喺旁邊幫手縫補衣裳，笑住對老婆講：老婆子，我好似有啲眼瞓，我先瞓一陣。講完閉上眼睛，呼吸就好似風吹過樹葉咁，越嚟越輕，最後平靜咁停止，冇刺耳嘅呼吸機警報，好似開氣管嘅殘忍搶救，冇心外壓嘅骨頭斷裂聲，走得無比安詳，仿佛只係進入一個甜美嘅夢鄉。呢個就叫善終，呢個就叫福壽相傳，所以冇萬貫家財，
但用一世嘅溫和同感恩，將生命磁場收成冇落嘅琉璃陣。老天爺嚟接佢嘅時候，係派唱雲嚟，而唔係派催命惡鬼。最高天道元典已經喺最後兩卦，將呢個生死謎題徹底解開。倒數第二卦叫機制卦，機制就喺事情成功咗度過河啦。好多男人中年取得小成就，就覺得自己機制可以刀槍入庫，馬放南山，開始肆意妄為。但老祖宗喺呢一卦留低極其恐怖嘅4個字警告：粗得中亂。一開始覺得好爽好吉祥，但因為懈怠同放縱，最終一定會陷入家破人亡、身體崩盤嘅大混亂。點解？因為天地大道嘅真正奧秘藏喺易經最後一卦未濟卦。未濟就係永遠冇完成，永遠喺路上。用大白話降維解釋，回一鍋救命嘅湯，覺得水滾啦，覺得機制啦，就將火調到最大去猛燒。結果係咩？水立刻就會溢出嚟，將火徹底淋熄，人死燈滅。真正嘅智慧係咩？係水滾咗之後，必須立刻將火閂到最細，仲最微弱、最平穩嘅嗰點火聲去慢慢煨住。呢個就係未濟人生，就係呢鍋湯。哪怕賺再多錢，結咗婚生咗細路，失行絕對唔可以停，必須時刻保持謙卑，時刻警惕慾望，時刻關照老婆情緒，要用呢種小心翼翼嘅微火去煨住晚年。只有咁，呢鍋生命之湯先可以一直溫熱到合埋眼嗰一刻。面對可能到來嘅氣血枯竭同晚年淒涼，應該點樣用呢？微火去續命，唔使去深山老林打坐，亦唔使捨大錢去買保健品，交俾大家一個最直接、最能護住生物嘅中國適實操心法。修煉中和之氣，請由今日開始養成一個只需要3分鐘嘅睡前微小心理習慣。每晚躺喺床上，閉上眼睛，準備入睡之前，請唔好諗聽日嘅股票，唔好諗公司嘅爛攤子，將手放喺自己心口上，喺心入面問自己2個問題：第一，今日有冇對身邊最親近嘅人講過一句傷人嘅重話？如果有，請喺心入面默默講句對唔住。第二，今日老婆為咗呢個嘅做過邊一件哪怕極其微小嘅事？如果有，請喺心入面默默講一聲感恩。呢個就叫一日3省吾身。呢短短嘅3分鐘，就係將日頭山巒飛揚嘅元氣重新收攏翻5臟6腑。喺心入面生出嘅呢一絲懺悔同感恩，就係世界上最頂級嘅補藥，可以軟化堅硬嘅血管，疏通瘀滯嘅經絡，將你由淒涼嘅死局裏面一步步拉翻溫暖嘅人間。停落嚟諗一諗，人生呢場大戲，開局幾咁風光無限都好，都唔算真本事。落幕時可以走得乾乾淨淨，不留遺憾，先係真正嘅大贏家。唔好等到瞓喺冰冷嘅病床上，先明白老婆只手有幾溫暖。唔好等到斷氣嗰一刻，先後悔一世人淨係顧住賺錢，卻整唔見咗靈魂。呢個先係老祖宗留低保存下半生體面嘅終極救命錦囊。如果都渴望喺人生嘅下半場能夠氣血充盈，家庭和睦，最終得一個圓滿嘅歸宿，請而家喺評論區極其乾誠咁打出4個字：善始善終，俾老天爺睇到敬畏因果嘅誠心，當佢晚年再讓賜予福壽綿長。好啦，今日講嘅說話講得好重，甚至有啲刺骨，但良藥苦口，童年亦已。人生呢場大夢總有醒嘅時候，喺世間奔波勞碌，爭強好勝，到頭來不過係為咗求一個心安理得，求一個無疾而終。今日坐喺度，將老祖宗睇透咗幾千年嘅天道因果生死規律，一條一條拆解出嚟，唔係為咗嗨啊，亦唔係為咗指責，呢個係做嘅一件續命嘅事，係幫天道傳一個警世嘅口信。今晚聽完呢啲，心入面可能會有翻江倒海嘅波瀾，亦可能會有少少背脊發涼嘅通透，都冇關係，只求一件事：聽朝一早起身，將其中哪怕一個最微細嘅動作做起嚟，一係忍住一次即將爆發嘅脾氣，一係早睡半個鐘，一係對老婆講句辛苦晒。只要做咗呢一個幾鐘頭嘅緣分，就冇白費，條命嘅軌跡就開始向住光明嘅地方扭轉。講呢啲唔求名利，亦唔求大家當係咩大師。如果覺得今晚呢啲說話解開咗心頭嘅簾啊，喺深夜裏面揾到一絲寬慰同方向，就喺評論區安安靜靜咁留低4個字：福慧雙收。將呢股正念死死定喺心入面，只管去修德行，
去善待家人，剩低嘅邊度自有最好嘅安排野心呢？放低手機啦，安心瞓一覺，聽日係新生。